春节期间，淡市上桥中正分队每晚8点到9点的集合点顶，根据统计，每一天都有100外人打卡。到场参观的人潮更是高达400-500人，相当的成功。上桥第7大队为了推广防火防灾意识，拢加真脑汁。今年特别结合树顶武庙办理创意的花灯展览。透过各级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制作，为下高级业务防灾、消防救护、车辆装备器材等主题相当活泼。有经义消家己亲手动工挂伫分队，希望保庇市民平安。那我想这个对社会也做了一个，除了119防火宣导以外，也让市民朋友对防火意识还有对消防人员的一个重视，那也希望市民朋友还有在境内都能够平安，消防人员还有我们疫情也都能够平安度过消防中正分队的高塔会记楼已经是要100年的古迹，过去就是攀援守护安全的千里眼，也是台湾光复初期唯一的消防据点。这回结合火生涯的守护甲花灯的记号，除了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会中要来自日本群马县的花灯交流。等台元宵过后，就有1000粒的花灯送到日本，展现台南甲日本姊妹市的友谊。这个灯笼到群马县之后，受到他们的好评我们去年就寄了550颗550颗。那今年他们希望要更多那我也希望说建立这样子的一个防灾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友好的一个交易那我希望就是透过灯笼大家建立最好的友谊，那也让小朋友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灯笼在吊挂在日本在这个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也让小朋友多了很多的一个惊喜。大队长表示，花灯绝对不是单纯为了挂来挂，而是有守护、教育、文化观光，甚至国民外交等侪意义。所以每年上桥也拍算调向串联文化园区的古迹甲防火宣导来扩大办理。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